Hello，大家好，我張高 Sam 葉，今次帶大家嚟睇嘅一個新都城嘅3房間隔啦，望山景非常之正嘅。咁開陽光晚咧，如果大家對呢單位有興趣，揾個張高 Sam 葉睇樓多謝。我哋入門口咧會見到個玄關位啦，右手邊一個細嘅廚房位啦，非常乾淨企理嘅。左手邊一個飯廳位置啦。有呢個對流窗，咁客廳咧非常闊落嘅，望出去咧仲有呢個山景啊！係呢個浴室位啦，大一間睡房嘅4方四正嘅，第二間睡房乾淨企理啊，4方四正，望第一間睡房同樣嘅景觀。接住嚟呢個係主人套房啦。呢個浴室啊，主人浴室，主人房咧非常之大嘅，望出去咧綠油油嘅山一片，遠處咧仲可以望到呢個南海嘅。